好，来继续来看云林县卫生局举办着活跳老花竞赛，有8支的队伍，将近320个长辈当场来驾舞。 4大人伫咧第一点表演体力美术少年仔，云林县卫生局22号透早伫咧河北龙岗办理4大人活跳老花比赛，来自县内22个单位内底选出8个队伍参赛，将近320位4大人来挑战。我上下家长才80岁吼，哎呀，唔捌像这种啊咧，吼，有够欢喜啊！ 云林县长张立生嘛来到现场鼓励4大人，希望因会当加出门活动，有个人伫咧练身躯对咧摇电动，人就较袂破病。那最重要，我们希望长辈呢能够在地安养、在地老化，而且能够非常活跃的老化哈。比赛成绩出来，有5支队伍参加中区比赛，希望因会当伫咧中区赛事比赛顺利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